好消息，好消息，特大好消息！您的精神状况有救了。豪宅、出彩、造型、包产。如果您感到精神脆弱、失去快乐、彻夜失眠，如果您厌倦了对老板笑脸相迎，呸，狗东西！你敢不？你敢不？如果您时常都想要一拳把地球打爆，如果您还在发出无意义的呐喊，我好穷啊！那就来看轻剧场2023季吧！轻剧场2023季特供大型惠民节目，品类齐全，任您精挑细选。看完之后，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精神状态良好了。为答谢希腊观众，厂家临时决定，今天不要999，不要888，只要在公屏上打出666。本节目由哔哩哔哩轻剧场赞助播出。现在预约，放过自己，看到就是赚到。是呢？怎么回事呢？还等什么呢？拥抱轻剧场，一起横扫互联网，献出你的一键3连吧！